青年係社會嘅未來同埋希望，佢哋嘅健康成長同埋可持續發展，關係到整個社會嘅安定繁榮。正因為係咁樣，聚賢同心協會由2011年成立至今，一直堅持住對青年人進行培養同埋教育嘅工作，希望通過一系列嘅活動，能夠提升佢哋嘅公民意識、責任心同埋同理心，亦都讓佢哋可以更多咁了解澳門嘅民政民生工作。為咗推動青年人關注社區嘅問題、關注社會嘅事務，我哋聚賢同心協會每一年都會舉辦城市特首活動，就係希望通過拍攝或者係錄影嘅方式，嚟到讓同學仔發現潛藏喺身邊嘅一啲大大小小嘅社區問題，並且提出一啲理性嘅解決方案。舉辦咁多年嚟，呢啲活動都深受學界嘅歡迎。我哋深信城市特首活動可以為廣大嘅青年朋友提供一個讓佢哋直接接觸社會、認識社會、了解社會同埋參與社會嘅寶貴機會同埋平台，提升佢哋解決問題嘅能力，並且係可以通過呢一系列嘅活動，促進佢哋對社區熱點議題進行關注同埋反思。呢一啲對於佢哋日後嘅升學或者係工作以及其他嘅人生規劃，都會有住重要積極嘅影響。